感谢上映哦，咱继续来看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今仔举行，现场是邀请真侪 AI 机器人的厂商，有风声讲哦，辉达的执行长黄玲芬嘛来参加，也毋过伊人是无出现伫开幕典礼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，因为 AI 的商机哦，咱国内下半年的景气会当乐观来看待。 由工研院开发的高基金放进对双手协助机器人，利用 AI 演算法自动生成高效率组装程序，协助国内手工具产业提高竞争力。那所以基本上手臂的成本不会在制造的场域上增加太多。那但是我们可以取代掉人工组装的成本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效率提升到50%，至少50%以上。小微电商这行业以前呢用大量人力来整理提废物。 那导致新一代机器人除了比传统的方案成本大升50%，也可能大大提升吞吐量和储存量。在相同的拣货的状态下，我的放的东西会更多，效率会提升至少有4倍以上。AI 机器人的应用在各行各业是愈来愈多。国内今年第2季制造业产值新台票达到4兆8073亿，甲顶年同季比起来增加14%，连续2季正成长。 7月外销订单也连5行，上起500亿。受惠 AI 商机，经济部长郭志辉乐观预估下半年的态势。现在的外销订单看起来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是不错了哈。那下半年我们再看这个景气还会持续还会持续，所以我们是审慎乐观。郭志辉表示，经济部继续推动中小微企业 AI 化加低碳化，增加效率、降低成本，来符合未来世界潮流。佮透露下晡会甲 AMD 超微半导体团队来见面，对外传 AMD 未来研发中心可能在高雄或者是其他所在，有回应目前也无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